道，将上帝话语藏伫心中，才装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至圣的上帝，阮进入你的圣殿，阮愿你拍开阮的心门，恳求你用你的真光照阮的黑暗。阮深知你的话创造天甲地，阮嘛深知你的真道造成人的心思意念。阮要敬奉你的话语做阮神圣的律法。我愿将你的话语放伫我的心中。我要每日三思你的真道。愿你用圣神造成我的灵命。想事圣神帮助我脱离血气，求你帮助我深思上帝你所想事圣经活命的话，成做我活泼有力的思想。想使我气力会当活伫上帝你的话语中间。愿你的话亲像天堂的种子，深深放伫我的心内。不给成长，帮助我结出圣神的果子，互我的身边的亲人朋友，通得到上帝你话语的福气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阮中间，亲像伫天顶。阿门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甲恁分享的，就是一个祈祷。咱恳求天父上帝圣神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，咱的生命要因为上帝的话来改变。今仔日个功课非常重要，但是却是真容易互基督徒忽略。咱常常听世间的声音，伫风影的中间摇动失败。愿天父上帝圣神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帮助咱，心头了定，毋惊树尾透风台。兄弟姊妹做一个基督徒真要紧，就是心头了定。我需要鼓励恁，恁人生拄拄开始，还阁真少年，但是愿恁亲像大笔，诚做真有智慧，3000几年来受教会尊敬的一个信仰的人。今仔日的圣经只有一句，是代表的祈祷讲：我要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中，然后我就要亲像树栽种伫溪水边，照实结果子。诗篇第1篇，诗篇第1篇，咱若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中，上帝的话就亲像耶稣讲，伊是上帝国的种子放伫咱的心内，每时咱咧困的时，伊伫咱的中间就不给成长。直到天光的时，咱忽然感觉着惊讲，为什么上帝这粒种子伫我的生命中间真侪遮尔大的影响？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圣经真要紧是一个功课，就是甲咱讲，咱每一摆。你个人的查经也好，做礼拜听到思维所读的圣经也好，咱就爱努力，互上帝的话活伫咱的生命的中间。圣经生活化，生活圣经化，这是一个伫教会中间常常听见的一个邀请鼓励，非常重要。但是确实互真侪基督徒忽略。教会5个长老甲牧师做伙，咱认真读圣经、了解圣经、分享圣经。咱毋通做青梅带青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亲像大笔，请做一个真正智慧、知影、重视上帝话的基督徒，享受上帝话，毋是干那惊吓，因为上帝话毋是干那责备。上帝话真重要，伊咧讲起，其实就是养饲咱的灵魂。
当咱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中的时，上帝的话要做咱脚前的灯，做咱路上的光，要互咱的生命真侪有智慧。每一摆上帝若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，迄个感动要真侪一个足大的影响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恭敬听上帝的话，毋通像如咱台湾话讲马耳东风，马耳东风，就对这边听，对这边出去，凊彩甲听，凊彩甲听。上帝的话毋是凊彩讲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摆的礼拜，咱拢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叫你想事，一句改变我一生的一句话。兄弟姊妹呐，一年一个礼拜日拢领受一句改变咱生命的话，一年上少50句，然后一世人你也甲看，上帝用何等重要宝贝的智慧，就改变咱的生命。原你毋是听牧师的讲道，原你是恭敬甲主讨讲。主每一摆当牧师带阮读的这个圣经的话，主求你将你的话刻伫我的心内。帮助我，塑造我的心思意念。你看我代笔外口讲话，毋是甲我讲话，是因为了解上帝话的宝贝。伊讲上帝造成人的心思意念。诗篇33篇第15节，两种无共款的翻译。第一个翻译我用黄色的字，这是现代译本伊的翻译。伊讲上帝塑造人的心思意念。咱的想法、咱的观念、咱的主张，是上帝伫圣神的作为的内底对咱，迄个感动，都真侪智慧的光。第二节圣经讲，上帝造成，意思就咱的生命所有心思意念，拢是上帝的工作。伊用造成这个字，就是讲造成塑造我一生的主张。主啊，读到你的话是我的主张，所以代笔，伊讲我将你的话藏伫我的心内，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将上帝极宝贝真理的光，就是伊的话，用敬虔、用谦卑，咱甲主讨讲。主，我每一摆听到你的话时，不管我是毋是欢喜，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。主，每一摆我若听到你的话时，主求你，互我无拒绝，求你，互我无阻挡，求你，互我无亲像一个浪子，拒绝上帝你主爱的声对我所讲款面的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诗篇第1篇第1句讲：无行歹人的道路，无坐侮慢的人的位。意思就是，这个世间有真侪车花虚假的人，我无坐伊的荣华富贵的位，我无行伊弯巧背逆的道路。过落去代笔安尼讲，伊讲我密集善事，这句话真容易忽略，该当作一个形容词。但兄弟姊妹，密集善事是一个真要紧的信用甲生活。我以前读无这句话，直到我读深刻的深度灵修的时，我才忽然知影讲，这个深刻牧师用一个真生活化的话，将代笔伊极深的这种的信用告别，互我了解。深刻牧师伊讲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早经认真读圣经，每一日有灵修的生活，每一日有读一段圣经。伫每一日要困之前，你就将今仔所读的圣经中间的一句感动你的话，将迄句话放伫你的心内，带入你的暗时的眠梦。用当你要去困之前，你先想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一句话，带入你的眠梦的中间。就亲像古人神父讲，伫梦中听见上帝
圣神的喃喃细语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才做一个每日三思上帝的话的基督徒，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中。所以大卫伫伊的诗篇中间充满这种的态度。伊讲：我敬奉耶和华伫你的面前。敬奉耶和华意思就是讲，我将上帝的话放伫我的心内。伊所讲的话，就是我一生所尊重神圣的律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的囝儿恭敬听你圣经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赏赐予咱。最近新课的话，诚侪我伫生活中间真侪搁重新的复习甲反省。这本册伫我的身边已经几啊年有读过，但最近搁重新咧读的是有无共款的滋味。伊是一个真有生命灵命深度的牧师，伊嘛是一个真会通将上帝真严肃的圣经的话讲甲真浪漫，讲甲真生活化。几礼拜前，牧师甲恁分享一个就是雅各的梦。伫迄个中间，我用古伦神父伊的册《梦与灵修》。古伦神父讲，这是咱的祈祷。伫你有意识，伫你的意识形态，伫你的思想的中间，你对上帝所讲的话，这叫做祈祷。伊讲，伫这时咱主动对上帝求讨，但是伫暗时，上帝的圣神主动。伫咱的生活的中间，所以古伦神父讲，伫梦中上帝圣神要对咱讲话。当你降服在睡梦当中，当你完全假做一个放松、无意识形态、无思想能力的人，你的潜意识，上帝开始对你咱的潜意识来讲话。这就是古伦神父伊讲，上帝伫暗暝的时，伫眠梦中间。伊的喃喃细语，非常水的话。若毋是有真心经历着上帝，若毋是真正将上帝的话放伫伊的心内，一再思想的人，伊真困难真做一个有法度整理伊的思想的人。所以新哥牧师讲，做一个基督徒读圣经了后，你爱常常盘点，伊用盘点这个字。代表讲，每日三思，日时暗时，我拢将上帝话放伫我的心内去想，这是代表的话。每日三思上帝话，但是新哥牧师讲盘点，就是大概你若暗时要困之前，你对你的这个收音机内底抽出来，今仔日做的生理内底上帝予我偌济，甲摕出来啦。100块有几张人家有几个，盘点上帝伊的话伫你的生命中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做一个会晓伫盘点上帝恩典，会晓每日三思上帝的话的基督徒。愿上帝互咱，毋是干那听讲道，互咱真正经历到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。一生甲咱做伴，阿免嘛。愿上帝一生甲咱三甲伫地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愈来愈清楚知影讲，上帝你真正甲我伫咧。以前伫人生的中间，我感觉真孤单，我毋知影你甲我伫咧。但是当我安静认真、恭敬的时，我才知影，原来上帝你从来无离开我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用伊的圣神掠着咱的心。兄弟姊妹，后礼拜就是圣神降临节，幸福伫上帝的掌管。后礼拜就是圣神降临节，幸福伫上帝的掌管。咱甲上帝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无爱搁再计较，我的思想，我的主张。我的事业，我的家庭，我的一切一切，当每一日暗时的时，我咧盘点，我有偌济的事，上帝将所有的一切
拢要归荣光互你。愿上帝祝福恁，无干那加做一个行尸走肉。伫后礼拜圣神降临这时，咱每一个人拢欢头喜面，开始甲圣神做伙过我的生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天的门为咱开，天的门嘛为雅各开，天的门嘛为咱的囡仔甲子孙来开。兄弟姊妹，但是咱的心门爱向上帝来拍开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要伫梦中见你。日时我要认真做工，但是暗时是我甲你见面的事。以前我无了解我是安那海岸讨厌，是一个真够做梦的人。大概若天光拢困无啥会饱，迄种感觉。我是一个真够做梦的人啊！讲真含的话，就是讲我叫牙科医生看，伊甲我点药啊，伊叫我等下倒一个，叫我等一个，伊隔壁床咧甲其他人治疗时，伊搁倒啊！我已经做一个梦啊！你讲无事敢有遮喊？我就是这种人，因为我毋知是安怎，我真好困，但是我真有梦。少年的时我拢感觉真麻烦，因为这个梦真骄傲。直到我读着古伦神父的册了，我才了解讲，上帝这是何等的宝贝，因为是伫暗时中间你对我讲话。你敢知有偌济时间我咧准备讲道时，伫暗时中间我拢准备讲道片呢？这毋是到最近才安尼，长期以来，包括有一摆伫世界传道会要准备迄个英语的演讲的讲道的时。有透早甲我讲，爸爸你昨暗咧讲道呢，用英语啦。这叫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对不对？咱无法度对咱的潜意识做任何的掌管，但是伫梦中是上帝圣神掌管的时刻，也这好定的水嘛。这是迷信，咱拢听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所学到的功课，因为这个功课是我以前拢学未来的功课，我嘛唔知影，无人安尼甲我教。直到我读古伦神父的册，直到我读新课的册，我才知影讲，我以前土法炼钢，我安尼昏昏动动安尼过一世人到60几岁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人会当安尼活，原来基督徒的生活会当遐尼快乐，遐尼丰富。原谅恁的牧师，因为恁的牧师上班知影，今仔才知影。但是永远袂上班。咱知咱毋知，上帝拢咧做工，对不对？伫牧师少年的时阵，当我毋知即种的道理，但是上帝圣神嘛常常对我讲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帮助咱，互咱每一日养成着灵修的生活，就每一个暗时要困之前。你整理你今仔日所有的思想，带一句话进入你的迷茫中间。新课牧师伊讲，当你伫暗时咧困的时，隔天早上你醒起来，昨天晚上上帝对你讲的话，要正做一个上帝轨迹来帮助你。所以今仔日我要邀请咱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操练讲：主啊，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。主啊，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侪有这种习惯的基督徒，每一日读圣经，咱的心头了定，这个定就是上帝的话做咱的基础，做咱的地基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，因为这是耶稣所讲的话。耶稣讲：我的话要常常踮伫恁的内底。注意听。耶稣讲一个譬喻，叫做亚种的譬喻。耶稣讲：我所传的上帝国福音，这个天国的福音就亲像一粒种子。记载伫马可福音第4章26节、27节。伊讲，这粒种子放伫人的心内，你暗时困去，这是醒起来。上帝为这粒种子已经不芽渐渐成长，虽然你唔知影。但是上帝话，天国的
政治，要伫你的思想的中间影响咱真侪一个有思想的人。牧师要为着恁祈祷，毋是讲查某囡仔只有感情感性，查甫囡仔才有理性，毋是。真侪查某囡仔嘛有真水的思想，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人有感性，有理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做一个有上帝的话做咱思想的人。所以这是新教牧师讲，当你若认真思考，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内，你的思想会变成活泼而有生命力。注意听，牧师用这句话甲恁分享的意思，嘛是牧师对恁的祈祷甲代祷。上帝要互恁真做一个有思想的囡仔，真做有思想的基督徒，你们的思想会活泼而有力量。搁落去伊讲啥物？因为你有思想，所以你的想法会感动人，非常重要。恁敢有期待将来恁真做青年、真做大人的时，恁的思想会当真做有影响咱的人？阿们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当咱若有上帝的话，你就真做有智慧的人啊！当咱若无上帝的话，咱就真做戆人。所以新教牧师讲，你爱常常盘点你上帝所予你的话，爱常常盘点上帝所赏赐你的心思意念。代表你讲的话，伊讲明日三思，所以常常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内，得时不得时想到，就开始去思想，用心去想，然后你的思想要真做活泼，阁有开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常常整理咱的梦，伫梦中听见上帝的话，伫梦中听见圣神的话，然后每一个有感动的事，你拢写你的心灵的日记，将你心灵思想中间真宝贝的话写起来，目的就是你不断的当提出来复习。因为当你有一个感动的时，迄个话并未真做你的主张，甲你的念头。咱来不断复习，不断将上帝话找出来盘点，一摆、两摆、三摆，到有一日，你会忽然发现讲，这个话永远无离开你的思想，常常伫你需要的中间，迄种的话就走出来，成做你的主张。这才是咱的啦。那毋是，伊是别人的。所以将上帝的话常常放伫咱的心内，盘点思想，然后上帝的话要做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主帮助咱，互咱活出上帝的话。咱的生命会讲话，逐个人的生命拢会讲话，但是逐个人对别人的主张的判断拢无同款。咱问咱家己，伫我的身边的人，因安怎讲我的？兄弟姊妹，就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。如果你若期待你真做一个互人尊敬的人，你会当甲上帝讨讲，上帝求你想出一句真特别的话，放伫我的生命，互我一生只有这句话，做我一生的价值，做我生命的标杆。你捌听一句话叫做"以爱做小事"吗？咱中间有人捌听过啦。有人讲，德蕾莎修女就是这种的人，伊一生主张就是讲，我唔免做大代志，我就代表耶稣去听别人爱就好。所以有人讲，德蕾莎修女一生就活出一句话，迄句话叫做"以爱做小事"。世间人拢爱做大代志，但是到一生的路尾，拢发现一世人并无真正做过好代志。但是一个人真谦卑讲，我真含慢，
我一生只有要为上帝、为耶稣去听迄个无人听的人。所以德蕾莎修女就是用安尼一生活出一句话：所听兄姐，后礼拜是圣神降临节，每一日应该拢是圣神降临节。愿上帝圣神用伊的话改变咱的生命。耶稣讲：恁着听候，因为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，恁要得到快乐。兄姐，恁敢期待真侪一个有快乐的基督徒？甲上帝讨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决定真正一生无要离开你。但是上帝嘛恳求你一生无离开我。上帝，我决定一生无离开你，嘛恳求你一生无离开我。主求你帮助我。第二个牧师要甲恁复习，就是3年前牧师伫圣神降临节的时阵，有3篇的讲道环绕着深思熟虑。今仔日代表咧讲，每日三思，其实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心内，每日三思的意思就是，互上帝话成做我脚前的顶，路上的光，我成做一个深思熟虑的人。有一句话讲：“我思故我在”，对不？一本册，我的思想就成做我这个人是心中的人。我的心内若垃圾，我所想的嘛垃圾；我的生活所表现的嘛垃圾。但是我的心若拢上帝的话，我所表现出来就是圣神的轨迹。后礼拜就是圣神降临节。圣神的充满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让咱的生命亲像一张树啊，结出上帝圣神的轨迹。这叫做圣经生活化，生活圣经化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亲像代表讲，我将上帝的话放伫我的心内，每日三思。上帝话要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成做一个新的影响力，互我的生命活泼，互我的生命有主张，互我心头抓好定。所罗门伫伊传道书第9章第1节，伊讲：我将一切的事，人情世事，世间的一切事，我将一切人情世事放伫我的心内，详细考究。详细考究，这就是深思熟虑的意思。所以圣经中间虽然咱找无深思熟虑这个话，但是基本上圣经中间有真多，伊咧讲起，当一个人若将上帝的话藏伫伊的心内，放伫伊的心内，这个话要亲像上帝天国的上帝国的经济，迄个智慧的经济要伫你的生命中间不断的成长。草地囡仔嘛会当成做真有思想的囡仔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请做一个有上帝话活命的人。这就是所罗门讲：我当将上帝的话放伫我的心内时，我就有能力通明白。所以伊有一个结果，因跟果。这句话第2段伊讲就知道。这就是因果关系啊！当我将上帝话放伫我的心内，我就有能力通判断，有能力通了解，有能力通将真复杂的代志，甲伊理清，将真复杂的代志，甲伊做真简洁、真正确的主张甲判断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这就叫做深思熟虑。3年前牧师甲恁分享这3篇的讲道，今日牧师做一真简单的复习，因为我真爱这句话。这3年虽然讲道已经结束啊，但这句话不断还阁伫我的心内咧问，我咧问，我嘛咧问。深思熟虑，言语中间有真侪话，
一句叫做 sourceful thinking， 想有无？想代志叫做 thinking，T-H-I-N-K， think 我想。但是深思熟虑的人，研究有一个字叫做 sourceful，sourceful 就是讲伊真有思想的人。但是今仔日牧师要甲恁分享个另外一个字叫做 deliberate， 这个字 ，be deliberate，be 就是讲成为 deliberate 这个字就是深思熟虑啦。这个字真特别，因为伊是对拉丁文来的。deliberate， 的意思就是亲像你咧杀鱼啊，鱼头较无把甲剁掉，鱼尾较无掉甲剁掉。第一就是将迄个无重要的物件，甲伊重新组合、重新排列。liberate 这个字啊，其实伊的字根叫做 libera。咱来讲哦，你什么？你出世的是什么星座？有无？即摆少年囡仔真流行讲啊，我是天秤座，什么座 ？libera 这个字本身就是天秤座啦。所以深思熟虑的意思就是讲，伫你的生命的天平，你这边来较重，伊就点落来；这边来较重，伊就点落来。深思熟虑的意思就是讲，这边若想起一边的时阵，我就将这边的一部分给摕过来这边。deliberate， 我将这个 libera 这个秤腿，我将这个秤腿给摕过来，互我的生命呐有平衡感。libera 这个字伫古早的罗马时代，就是一粒秤腿叫做 libera， 所以古早叫做天秤座的意思。libera 就是本身就是一粒秤腿，外重一磅。libera 真正是一磅啊！所以当这个字深思熟虑的意思是讲，你的生命要有平衡感。当你伫生命中间若有无好势的时阵，你就爱家己调，用上帝的话，将你的生命的天平，该调好势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嘛甲上帝祷告，求你调整我。还有一字 ，libera 这个字本身。英语中间叫做 liberal 本身就是自由啦。人有权利主张我要做什么种的人，但深思熟虑的意思不是安尼。圣经一起头就讲夏娃、亚当因选择听迄只蛇所讲的话，然后食善恶果。人有自由的意志甲权利。但深思熟虑的意思就是讲，将你的自我、自主权、自我为中心，自我最中心，自我的决定，该放一边，互上帝来掌管，互上帝话做你的秤腿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每一摆读圣经的时，咱得到正确的主张。互咱每一摆谦卑伫上帝面前祈祷的时，咱拢真谨慎使用咱的主张，你的自主权。主啊，我是有主张的人。主啊，我是有主张的人。但是伫你的面前，愿你的主张成做我的主张。咱拢是有主张的人，但是咱若要做基督徒，真要紧，就是互上帝的话。成做咱的主张，认真听，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内。所以代表讲，上帝是造成人的心思意念的上帝。你不是听牧师的讲道，绝对不是听牧师的讲道。你是要听牧师的讲道，讲无着迄个圣经内底稳重宝贝的话，你来恳求上帝圣神带恁读圣经。天父上帝帮助咱需要心中的真知灼见。真知灼见这个字出现伫哥罗西第2章第1节、第2节。伊讲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奥妙迄个锁匙，这个锁匙一开，人就会当得到智慧。真知灼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这间小小的教会，是每一个人来做礼拜拢期待。会通听到上帝宝贝的话，也期待这间教会是由每一个来追求上帝的人
真正听到上帝的话对你讲话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智慧放伫咱的内底。牧师已经连续3礼拜拢用这张啊。深思熟虑真要紧，就是帮助你建立几种的智慧。第一，我徛伫天地的中间，我算做什么？大笔伫伊的诗篇第8篇讲，我抬头看你天顶所做的日月星辰，我就问我家己讲，啊，我算什么？大笔伫伊个中间发现这样代志，伊讲我这么渺小。但是你却让我得到尊贵的生命，如同天使一样。这叫做宇宙观，这叫做世界观，这嘛叫做人生观。然后上帝话要叫做你的 liberal 劝退，就是你的价值观念。兄弟姊妹，别空。你内底遐个无属于上帝主张，互上帝话，成对你一生的坚持，迄叫做价值观念。你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啥物是你一生的坚持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至圣的真道顶端造就家己。所以今仔日圣经牧师用足少的，只有3句，一个金句、2节新旧约。所以这3句圣经，请你家当作金句，一定要背起来。主啊，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，我将你的话语藏在我的心中。主啊，我要伫你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，我要伫上帝你圣洁的道理、圣洁的信的顶端造就家己。啊，我知影我无能力通造就我家己，但是我要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。今仔犹大书第20节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伫至圣的真道造就家己，就是认真读圣经，然后读无的时阵，伫上帝的面前谦卑恭敬祈祷，讲主求你的圣神对我讲话。就亲像古伦神父伫暗时看见梦，亲像辛克，伊伫灵修查经的中间，上帝继续伫伊日时的思想。伫暗时加添伊所无的智慧，伫至圣的真道顶端造就家己。犹大书其实无章啦，伊只有1章尔，伊对头到尾都是一张批啦，所以伊无章。哦，但20节伊讲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恁爱伫至圣的信，这个信会当翻作道，伊的原文叫做 pistos， 就是真理，就是真道。有时翻作真道，有时翻作真理，有时翻作信念。我的主张，我的思想，伫至圣的真道顶端造就家己，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。愿天父上帝伫过来的圣神降临节，互今年的圣神降临节，成就你生命中间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。亲像顶礼拜。郭一林老师伊的分享，伊伫一年的圣神降临节中间，上帝，互伊成做一个生命甲上帝连结的查某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这个功课真简单、真困难、真重要，但是常常互咱忽略。咱做基督徒，爱有基督徒的行。咱做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主张，咱做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智慧，咱做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能力。您相信吗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，就是带来能力的真道，互咱的生命改变。牧师搁读一摆。因为牧师真渴望将这句话就写在你们的心中，用心思考，你的思考会变成活泼而有力量。要念的作文能够写出很有内容的文章，你的想法会感动人，你的生命会说话。兄弟姊妹，为恁的囡仔祈祷，
亲像牧师为恁祈祷，亲像保罗为咱祈祷，亲像犹大为咱祈祷。所以今仔圣经犹大讲，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，伫上帝的话顶悬受造就，伫圣经的内底来祈祷，常常盘点，意思就是整理你的思想。一个人若唔整理的思想，伊的心内就会真乱。但是一个人若常常用上帝的话来盘点伊的思想的时，伊会真做进入逻辑思想的人，伊会真做进入逻辑性，伊的生命会当真有安那有次序。伊每一个所在放伫什么物件，放伫什么所在，伊的思想放伫什么所在，伊真做进入逻辑、进入秩序的生命。主帮助咱，伊是造就咱、造成咱的心思意念的上帝。咱要伫上帝的话顶悬造就家己，互上帝的话带咱行人生的道路，互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天平、主张，互咱成做深思熟虑的基督徒。愿主祝福恁深思熟虑、活泼有力。愿上帝互咱成做一个有上帝思想主张的人，活泼。有能力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教会要恭敬将你的囝儿查某囝，无论老人囡仔，恭敬来仰望你。愿你的圣神接纳伫咱日伫礼拜堂中间每一个。愿你拍开心门，愿你互上帝你的话来教示的人，主要所愿你的祝福，就是这粒天国的种子，要点伫因的心内，日是年是，这个种子要渐渐发芽成长。主你祝福每一个阮所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互阮同得福音的好处。通真侪上帝你阳光的记号，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